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U 推，我係 CK， 今日會同大家分析下香港賽場 deck 嘅使用率啦，同埋有咩 deck 嘅勝率啦係特別高嘅。咁最後咧都會傾下 Zefar 初號機呢副牌組咧係咪值得 ban 啦，同埋如果假設 ban 嘅情況下會 ban 啲咩卡啦。咁數據上面咧就會嚟自唔同嘅鋪頭嘅，有 MS、BP、Top Draw、Kakoi、TCGE、Case 同埋 BG 嘅。首先我哋嚟睇下使用率方面啦，咁呢個表就由1月26號開始計算啦，去到3月21號嘅全部點賽啦，咁就包括咗有限制 Zefar 初號機嘅牌組嘅比賽嘅，但係就唔包括限 T 賽啦。咁我哋就會見到有兩副牌組嘅使用率咧係特別高噶啦，咁就係 Zima 啦、Commitech 啦，同埋 Zefar 初號機啦。咁第一個Zima先啦，咁佢高嘅原因我覺得有兩個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啦，易操作啦，就算 misplay 都唔緊要嘅，都救得翻啦。咁一開始你推細怪啦、偷血啦，同埋揾斑鳩解場啦，去到後期出沃田村一收頭啦，簡單直接易操作，唔使講咁多。第二樣嘢就係因為 Zefar 有部分場次有限制咗，所以數據上咧令到斑鳩嘅使用率係會高過 Zefar 少少嘅。咁但係 Zefar 因為有限制嘅情況下都可以去到第二，咁代表佢都唔簡單嘅。咁佢首先佢穩定、簡單易用、上限高，大賽基本上係必選牌組之一嚟嘅，基本上係牌組所有牌組入面嘅 T1 加嘅存在啦。咁而其他牌組例如紅神樂啊、黃尼基啊、漢明嗰啲呢，全部都係 T1 至 1.5 強度左右啦。咁每副因為佢有佢嘅優勢同劣勢啦，咁就未必會俾咁多人使用啦。同埋佢哋都有啲操作嘅難度嘅。之後就到呢個表啦。咁呢個表呢，就顯示咗 ban 咗 Zefar 嘅情況啦，有啲比賽嘅得出嚟嘅使用率啦，咁佢啲數據咧就比較少啲啦，因為唔係全部店鋪都有限制到 Zefar 初號機噶嘛。咁如果假設我哋限制咗啦，我哋會出現啲咩情況呢？呢個表就會睇到一部分啦。不過因為數據少啲，就做參考嘅啫。之後未必應該係咁樣嘅，可能都會有改變嘅。咁呢度睇到啦，我哋Zima啦，第一啦，第二就灰姑娘啦，咁漢明啦、紅神樂啦、紅 Eva 呢啲啦，全部都係一啲多解 deck 啦，同埋壓制力比較強嘅牌組啦。咁我覺得佢哋之後都會出現喺個表嘅情況都會多嘅，但係係咪一定係咁樣呢？就未必嘅。我哋就睇下之後，假設如果限制咗 Zefar 係咪真係咁多人用啦？不過就係睇使用率代表唔到啲咩嘅，咁我哋仲要贏埋先一招真正嘅廚 deck 噶嘛。咁我哋嚟睇下頭四最多有咩牌組先。首先頭四第一名 Zima Commitech， 第二名就係 Zefar 初號機，佢哋以10幾% 嘅勝率嚟霸佔咗1/3個表，基本上代表住你用呢兩副牌組就有一定嘅勝率保證啦，好大機會就贏到 Top 4啦。咁而其他全部都係有 T1 至 1.5 嘅強度嘅牌組，基本上唔係多解就係好擋得，或者係一啲速攻嘅牌組嚟啦。基本上就係呢個時代嘅標杆。你如果新嘅牌組贏到呢啲牌組嘅話，就代表住你係可以用嗰啲新牌嚟打一啲店賽啦，或者大賽。但係因為呢個表呢，限制，其實包含咗一啲限制咗 Zefar 初號機嘅店賽嘅數據嘅，所以 Zefar 咧去唔到最高，超越唔到Zima，但係都證明到 Zefar 就算包含咗呢啲限制咗嘅情況下，佢都去到第二，代表住佢真係有一定嘅強度啦。係咪真係要 ban 呢？我哋睇埋之後個表就會得出到個結論啦。最後一個表我哋就係睇店賽冠軍嘅數據，咁喺冇 ban Zefar 嘅情況下嘅店賽數據啦。Zefar 係佔咗1/3個表，係超強大存在。基本上可以認為 Zefar 初號機係稱霸咗個 UA 賽場啦，用超高嘅勝率，企喺 UA 嘅頂端 T0 牌組嘅級別嚟嘅。基本上你用親就好大機會贏到個比賽啦，同之前藍 Roger 皇帝機係有得比嘅。
咁你會睇到個表啦，我都覺得好大機會係 ban Ziefa 初號機1-2張卡，限制佢稱霸呢個賽場啦，令到佢個環境平衡翻，冇咁偏死一邊。至少你會多翻啲牌喺冠軍牌組上面啦，唔會就係見到1/3個表係 Ziefa 初號機先。咁我哋就最後討論下啦。Ziefa 初號機會 ban 啲咩卡啦？咁我覺得有呢3款其中一款會 ban 嘅。咁第一個啦，21期直播啦，真嗣啦，就會限制可能2張啦。咁令到 Ziefa 初號機呢副牌組咧上 7N 咧難度係上升咗嘅，需要多啲回合數啦，或者冇咁快第3彎就可以出到7分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會 ban 3-1真嗣防穿雙波啦。可能限制2張，或者可能限制得翻1張，用落得1張啦。咁減慢咗佢上7波嘅速度啦，同埋減少咗最主要嘅打點同埋底座嘅。咁令到佢全面限制咗 Ziefa 嘅發揮啦。第三就係會 ban 4-1 Ray 卡，咁就係 AAA 啦。咁就限制咗2張，我估可能有機會可能限制1-1。即係你落得1張咁解，咁令到 Ziefa 佢個逼擋解場能力啦會減低咗，同時會限制咗佢退場時拎到7分初號機同埋 special 嘅機會率。咁呢3款咧都唔會影響到 Ziefa 另外一邊嘅牌組啦，個 Wheels 啦。咁但係又做到限制到 Ziefa初號機獨大呢個情況。咁我哋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下自己嘅睇法啦，覺得會 ban 啲咩卡，定係覺得佢唔會 ban 呢？